时代力量家己党部今日甲工会代表召开记者会，因讲市民有反映讲，家己市政府为虾米无劳工处，说是由社会处来处理这劳工的问题，而且家己市劳检处罚的比例是全国吊车尾，呼吁政府应该爱徛伫劳工这边才对。屏东县就是我们台湾的西部地区，14个县市里面，现在只有嘉义市是社会处。时代力量家己党部邀请工会代表开记者会，讲家己市无专职的劳权单位照顾家己市的劳工。以现在市府目前社会处的这个部分，他没有办法有所谓像其他地方的主管机关是有劳工权益基金，可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一个诉讼的一个动作。为什么全国平均以去年来讲19.16，平均每5场的劳动检查就会有1场开罚，到我们嘉义2.38，平均每40场才1场开罚。社会处目前有2个科，专门负责处理家己市的劳工问题。社会处表示，因伫劳动部的评比拢有得到肯定，劳检开发的比率不应该是先好后坏的参考。可能2个科是搞不清楚这到底归属谁，那在那边拖延宕，那我的权益就受损了嘛？我觉得基本上只要发生事情找到人，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我们的劳检都只是针对劳资违反劳动基准法，或者是就是那个一些性别平等工作法等等的这个部分。对，那其实我们的劳检的数量，我们1年大概有700多件，已经比我们邻近县市还要高了。社会处强调，目前家己市政府局处的规模已经满，要另外独立式劳工的局处，嘛需要议会甲市府共同规划，要维持目前的编制，维护劳工的权益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